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總裁張梓剛嘅，有關港獨嘅問題，其實就喺學校入邊咧就冇討論嘅餘地，冇討論嘅空間嘅。咁但係教育局局長早前又講咗喎，喺北京即係匯報完翻嚟用嘅字眼啦。佢就話，如果喺老師嘅輔導底下，喺一國兩制嘅即係基本法嘅框架底下咧，其實可以討論嘅。咁究竟可以討論定唔可以討論呢？我諗佢哋講緊唔同嘅嘢嘅，即係我冇認真對照佢哋兩個人嘅說話啦。如果你話冇討論嘅空間，即係嗱，你問我咧，我係傾向認為冇討論嘅空間嘅。我舉一個例子，喺學校可唔可以討論打劫銀行啊？你話得唔得？唔係嗰個必然係違法行為嚟噶嘛？咁你而家呢個都係嗱，我同你講，一個地方嘅獨立，唔係違法行為嚟咩？唔一定噶，一定係違法行為嚟嘅。你而家講緊呢個最嚴肅嘅係咩咧？就係一個單方面嘅分離行動啊嘛。係，即係中央已經話咗。我唔會容許有分裂國家。唔係呢個我明白啦，憲法係咁寫，基本法咁寫，所以你話點可能唔違法呢？係咪？一定係違法噶嘛？所以好多人講話，咁人哋新加坡又獨立，新加坡仲細過香港啦。咁講法咁即係吳克儉講錯噶咯？如果老師傅你要知道，我講完一樣又一樣啦。咁所以。你嗰個唔係一個相稱嘅例子嚟噶嘛？你新加坡係俾人踢走噶嘛？我唔要你你自己搞掂自己咁樣。蘇格蘭亦都唔同啦個例子吓。最直接嘅例子係咩咧？北愛爾蘭咪比較接近咯，唔係完全因為北愛爾蘭啦，係咪？英國話明我唔會俾你獨立，你一定要獨立。所以呢個唔係學術嚟嘅，點會學術嚟啫？從來呢個係一個政治主張。係咪啊？係一個政治主張，而政治主張嘅後果就係一個政治行動。而在一個咁樣嘅客觀情況下呢，嗰個政治行動必然係，如果你真係行動嘅話，一定係武力。如果唔係，你一定做唔到噶。係咪？所以你話喂，我討論呢個唔係一個學術討論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話我美國要獨立，美國獨立係學術討論嚟嘅咩？美國唔得添啦，一定唔得啦。唔係你當時你英國脫離英國咁啊，呢個行動嚟噶嘛，呢個理念嚟噶嘛，我認為我要咁做，呢班人決定一齊去咁做，去做一樣嘢嚟噶嘛。所以你話喂，呢個學術討論嚟喎，點會係學術討論呢？全世界你如果你要搞獨立，都係一個運動，都係一個行動去實踐你呢樣嘢，而且到最尾係摧毀一個憲政基礎，去重新建立一個憲政基礎噶啦。咁所以你點可以將佢混淆到話學術討論？甘地有冇同人哋講話我而家搞印度嘅獨立運動係學術討論呢？唔好呃人，唔好模糊，你係做乜嘢就做乜嘢。獨立運動從來都唔係學術討論嚟嘅，係啦。而家唔係講歷史，明白啦。嗱，如果我哋接受呢一套嘅，咁教育局局長嗰套就一定係錯噶咯。嗱，我冇重新對照晒啦。如果你要講嘅話咧，佢係喺一國兩制框架下，有教師嘅輔導，咁啊即係可唔可以鞭策呢個，即係鞭撻呢個港獨咧？即係批判港獨咧，咁批判係可以嘅啫，即係話你去到就要話港獨唔啱咯。即係你喺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政治制度下，而家你要即係正反兩方面嘅討論啦，即係能夠講唔啱。我嘅推測係咁啦，因為我冇睇過局長嗰個原文，但係如果你引述佢剛才所講嗰句說話咧，喺一國兩制底下，在老師輔導之下去講呢樣嘢咧，你個結論只有一個嘅啫嘛。就係香港唔可以搞港獨。係咁頭先唔好意思阿張生就因為佢即係未必即係逐隻字咁記得啦，係嘛？咁呢個認知人之常情，咁或者我哋可以即係講一講當時係局長點講嘅咧嚇，我一字一句讀出嚟。局長嚇就清晰咁同我哋即係當時嘅受方啦，即係家教會嘅一個合作嘅組織嚟嘅，因為當時即係頭先提到啦，即係經過係即係上京之後或者各個方面啦，咁呢個相關嘅議題咧，咁就局長就作咗個決定，係局長係點樣去講嘅呢？就係局長亦清晰跟我們表達關於港獨這個議題討論，一定要在基本法框架以下討論，亦很相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可以引導和指導學生在基本法框架下理性討論。
咁即係喺基本法嘅框架下係可以嗱。當然阿張生你嘅意見就係喺基本法之下咧就一定係話唔俾做呢一樣嘢。咁但係我係話咁係咪可以討論？你 discuss 嗰時候咩叫討論咧？討論係咪可以雙方一個即係 open end 嘅，即係你大家各表達意見咧？咁但係如果嗱。呢個係咪啊？吳校長原文，因為人哋引述佢㗎，引述佢，但係佢個原文咧，其實之前咧，佢即係你問我咧，嗱，你可以當然係斟字酌句，咩叫討論咧？咁我話俾你聽，港獨係死路一條，一定唔啱，係違反一國兩制嘅。咁呢個係咪討論咧？咁樣，即係如果呢個都係討論嘅話咧，咁咪可以咯。即係你而家要知道，即係我好坦誠咁樣講，你要搞一個地方嘅獨立，就係要顛覆呢個地方嘅政權，係咪啊？唔必然嘅，不過你可以繼續你自己去演繹啦，好唔好啊？你要重新建立一個政治體制，好唔好啊？你要喺主權上邊、領土上邊做一個基礎上嘅變動，所以即係我再講一遍，如果喺香港呢個情況之下，呢個單方面嘅分離運動。如果從香港嘅人話我支持港獨，你要求係講港獨，但係如果喺成個國家嘅層面嚟講呢，呢個係叛國，係咪？你話喺一個地方之下，一國之下，呢個教育體制裏邊會唔會容許你去宣揚叛國嘅呢？你要知道一樣嘢，有一啲嘢呢，我哋係用一個最低嘅要求嘅，例如我自己講話我支持港獨。你可以話呢個言論自由，我覺得喺好多情況之下都冇咩法律責任，即係對我嘅理解啊。但係去到你哋電台呢，就可能唔得啦，就有特別嘅要求啦，係咪？學校係一個教育嘅地方嚟噶嘛，有相當多相稱嘅條例，有教育則例，有你自己辦學嘅宗旨目標。你喺學校裏邊係做呢啲嘢噶嘛，係咪？你唔喺大笪地兩個人話我哋支持港獨，或者我喺同你行街嘅時候，我講我支持港獨。你喺一個教育係有特定嘅目的，係做緊教育嘅地方，你去講呢一樣嘢噶嘛？你點可能喺一個做教育嘅地方，你去宣揚一啲違法嘅行為呢？你好明顯係違法噶嘛？嗱，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即係話任何老師如果喺校內真係去討論呢件事嘅話，嗱，要根據你講法係違法行為，其實拉得噶咯。拉唔拉得我唔知，因為你而家唔係，如果係違法就梗係拉得啦。你有一個喂，阿張志光，違法都唔拉得。我話俾你知咧，你而家違法你要用邊條條例啊？嗰啲我諗你要嘅。嗱，你而家講咧就話。你而家講嗱，我哋用一啲好普通嘅言語話講，點講呢？即係如果你話嗱，港獨係唔好嘅，呢個係違法嘅，係一國兩制不符合基本法嘅，咁肯定冇問題啦，一定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話宣揚嗱，我哋應該去推翻呢一個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制度，然之後我哋成立一個香港國啊，呢一樣嘢係對我哋好嘅，我哋將來點做？咁有冇法律後果呢？咁就因為佢違法，所謂就係話基本法佢係一個憲法嚟噶嘛，係啊，唔係憲法，佢係一個全國性法律，係冇錯，係，但係佢係有某種憲法嘅含義嘅，係咁，但係佢相稱嘅嘢呢，你用香港法律去執行噶，係咪？咁所以到時佢係有咩問題嘅話，因為你又係普通法嘅制度，係嘛？咁你有相關嘅條例，咁我諗你揾翻啲大律師嚟講咧，譬如有湯家驊咁會好啦。但係如果你問我究竟學校裏邊應唔應該討論，就問題你嗰個討論係點講嘅？即係你話我，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呢一個已經有一個清晰嘅答案嘅。如果你話，即係好似我剛才咁講啦，如果你認為話俾啲學生聽，港獨係唔應該做嘅，冇問題咯，係嘛？喂，咁但係嗱，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諗嘅時候，當然我哋就會產生咗其他嘅一啲疑問啦，因為即係北京條線都唔係即係咁清晰嘅。而家我覺得灰色嗰條
界仍然存在，甚至可能相當闊㗎嚇。楊 Sir 頭先阿張生佢又提到即係兩個好重要嘅概念啦。第一個就係即係佢認為基本法就係一個即係憲政性嘅文件啦嚇。當然對於呢樣嘢其實即係北京都有唔同嘅即係政法嘅學者有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因為呢一點我似乎就唔係我哋即係爭拗嘅焦點啦，我哋就唔講啦。基本法嘅憲政性嘅文件。第二咧，阿張生咧就認為係一個地方佢去即係討論呢個獨立咧，係因為有呢個分裂主義嘅傾向咧，所以佢就係違法嘅。既然佢係違法，咁老師咧就尤其係中小學未必要咁做。咁但係我嘅嗱，如果我嘅理解冇錯嘅話啦嚇，咁我就有啲地方係難以苟同嘅。第一咧就係憲法咧就無論我哋係任何一個法系啦 ，OK， 大陸法系、海洋法系，甚至乎中華法系咧，憲法咧人民係冇辦法違反嘅 ，OK， 嗰個即係我哋理解憲法唔係咁啊。第二咧就係所謂嘅違法咧，我哋一般嚟講咧，就算講中國大陸先算啦嚇，即係譬如我哋話啊，你犯咗一個任何嘅罪行係嘛，即係包括一啲政治上嘅罪行，其實我哋都係分憲法底下或者個武法底下嘅呢個民法或者刑法嘅。咁如果叛國都好明顯係刑法啦。咁我意思係咩咧？意思係香港咧喺有言論同埋思想自由個保障底下咧，就唔會話因為我哋違反咗基本法任何一條，我哋咧就會叫做犯法嘅。如果係犯法，一定喺刑法底下。咁我就想問啦，喺香港嘅刑法，即係我哋叫刑事啦 ，OK， 喺刑事嗰個訴訟入邊，有邊一條或者有冇啲部分係有可能？我講有可能咋嚇？有可能同討論港獨。我翻轉頭講啊，我話我剛才開始都講，我話有啲地方如果你要討論港獨咧，係冇問題，因為你呢個言論自由係受保障。係，但喺學校裏邊，你睇翻相關嘅，你可以問一啲教育嘅學者。你教育你有個目的，你喺學校裏邊係應該做某一啲嘢，因為呢個已經係特定嘅場所嚟。我明白，我亦都所以喺呢個特定嘅場所之下，你係有啲嘢應該做，有啲嘢你係唔應該做。嗱，我明張生，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問題，你好簡單。如果你話我喺屋企，我同我爸爸媽媽討論呢個問題，呢個言論自由啦。係咪？因為唔好意思，因為唔知你包括政府嘅邏輯就係因為佢唔符合基本法嘅某幾條，所以你喺學校咁做就違法。我意思係呢個邏輯唔通㗎。我講得好清楚噶啦，即係你如果你認為唔通嘅咧，咁你仍然你可以堅持。因為冇嘅問題就係有具體邊一條法例我即係違反咗咧咁樣。嗱，我唔覺得係呢個係某啲媒體嘅無理取鬧，因為原因就喺香港咧，任何人所謂違法咧，一定係講緊刑法嘅。咁問題就係我哋喺冇刑法嘅情況之下，或者起碼我唔知啦嚇，或者我才疏學淺，我點可以話因為佢唔符合基本法，所以佢就違法咧？即係中間似乎有個 missing link。我只係講俾你聽咧，你而家講緊嘅唔係一般性嘅政治討論嚟嘅，你而家講緊嘅係一個最基本嘅政治問題。如果你係講香港獨立，如果個香港獨立，你 lead to 一個咩結果咧？你 lead to 嘅結果就係香港獨立咯。所以你如果你係去到一個香港獨立呢個問題咧，你點討論咧？所以你去到香港獨立去最尾嘅時候咧，你一定係行動嚟噶嘛，一定係一個我所謂你要搞香港獨立，一定係一個違法嘅行動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喺學校裏邊嚟講，即係我話嗱，呢個未必係一個絕對合適嘅例子，就係話我哋好唔好討論打劫銀行咧？咁樣喂，言論自由嚟嘅啫，我討論啫嘛，唔得噶呢個，唔係係咩？我討論啫嘛。咁你話，如果你呢條最尾嗱，我俾你嗱，如果你話一個公開討論，如果我哋贊成就話我哋諗下，不如一齊打劫銀行啦。咁你個結論係咩咧？你去打劫銀行，佢結論係犯法噶嘛。所以我同你講喺學校裏邊，如果你一定要去爭拗，為咗邊條法律咧，咁你揾啲法律嘅專家啦，我唔係法律專家，好嘛？你揾一啲對法律有認識，因為你牽涉到亦都有普通法，有啲又唔係成文法。因為你又回歸咗之後，而家先至第一次大家正式去面對呢個問題。咁有啲話喂，以前喺英女王管治下嘅所謂叛國，同我哋而家叛國又唔同嘅喎，又唔同喎。咁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張志剛嗱，但係我只係話俾你聽，如果你講緊呢一樣嘢，你係講緊港獨。如果到時嗰個結論係大家話，我真係如果嗱好啦，說服學生就說服咗先生，或者先生說服咗學生，港獨係好嘅，我哋真係去港獨啦。咁你結果結論係咩咧？呢個唔係一個，我所以再講一次，呢個唔係學術討論嚟噶嘛。好啦，如果結論就話我哋香港人應該去搞獨立啦，咁咪搞獨立咯。個結論就係去搞獨立咯。
唔係嗱，如果統獨嘅問題係唔係一個學術問題？但係第一咧，我哋知道台灣有好多院校咧，係嘛？其實佢哋係有研究統獨嘅。第二咧，譬如我哋講翻英格蘭啦，即係當我唔知道阿張生嘅子女喺邊度讀書，譬如我自己英國留咗一段時間咁。我唔係講蘇格蘭，我講英格蘭。英格蘭有唔少嘅大學，包括即係我嘅母校啦嚇，即係其中一間即係歐洲嘅政經學院咁。其實有大量嘅學者佢哋係研究，亦都有一部分係主張啦。其實蘇格蘭係可以從英國脫離出去嘅，亦都有研究北愛啦，係嘛？蘇格蘭可以，如果英國政府咪俾佢獨立咯，俾佢獨立。係，所以我意思係話，似乎呢樣嘢唔係必然。你要知道嗰樣嘢。唔係英國嘅情況好特殊嘅，佢憲法本身即係譬如話其他國家即刻加入嘅時候個組成咧，同中國嘅情況唔同。中國而家行緊嘅單一制。我唔係，唔好意思，你而家你要好清楚一樣嘢，就係話嗰個政治現實。你而家我都再講，你而家唔係講緊咩叫獨立。你而家唔係一個純學術討論。如果你抽空晒嚟講，咩叫獨立，咁啊梗可以討論啦，係咪？但係你而家實際上講緊係香港獨立啊嘛，香港獨立點會係一個學術討論？但係張志光，我真係想問翻個好實際嘅問題啦。呢個係你嘅睇法啦，梁振英嘅睇法啦，定係政府已經有嘅睇法？就話學校裏面係冇討論空間嗱。如果係呢個係政府嘅睇法嘅話咧，我就比較上奇怪就係，起碼有兩個局長唔係做緊佢稱職嘅工作，一個就係袁國強，冇清晰出嚟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要討論，你犯咗邊條法例；第二個咧就肯定係教育局局長阿吳克儉噶啦。喂，如果係冇討論餘地嘅話，冇理由講嗰番説話噶。我今日上嚟講嘅，你哋當然可以話我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啦。係，但係呢個只不過係你描述我嘅身份嘅啫，我唔係代表行會嚟講㗎。我知，係咪啊？咁呢個係咪政府嘅取態啫？如果係，咁呢兩位官員應該行出嚟清晰啲講。我同你講，呢個係我嘅取態。唔係，因為點解係我嘅理解？唔係，點解我會比較上？我再講一次咧，呢個問題係一個新嘅問題嚟嘅。係，佢唔係一個大家經過長久去討論，或者大家有某一種經過10年8載出嚟嘅共識。因為大家一出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會嘗試去應對。我講今日嘅嘢完全代表我個人身份，即係你問我咧，我就係咁樣睇法啦。喺小學、中學，佢係有個好清晰嘅目標，喺呢度係做啲乜嘢？係好嘛？你話喺裏邊講，你課堂裏邊講，你英文堂講啊，定係咩堂講咧？係咪啊？因為你知道中小學教育係好結構性嘅，即係就係做呢啲嘢。你話通識得唔得啊？咁你咪睇下通識嗰個範疇裏面嘅指引，究竟係叫你講咩嘅咯？係咪啊？所以所以你話吳局長有冇錯咧？佢話喺一國兩制嘅框架、基本法框架底下啊嘛。